创世纪第43章，带便雅悯去埃及。迦南地区的饥荒真严重，雅各遐个囝对埃及带转来的五谷已经食了。因老爸甲因讲，恁过去甲咱买一寡米牛。犹大对伊的老爸讲，迄个人严严甲阮警告，讲恁若无带恁小弟来，就免想要见我。你若互阮小弟做伙去，阮就落去甲你买米牛。你若毋互伊甲阮做伙去，阮就无要落去，因为迄个人甲阮讲，恁若无带恁小弟来，就免想要见我。雅各讲，恁是安怎安尼害我？甲迄个人讲，恁还有小弟。因应讲，迄个人一直甲阮问阮甲亲族的代志，讲恁老爸还活着无？恁还有兄弟无？阮拢照实讲，阮哪会知伊会讲着带恁小弟来？犹大佮甲伊的老爸雅各讲，你将即个囡仔交互我，阮就随时出发，通互咱一家大细拢活落去，免枵死。我甲伊担保，你通对我讨人。阮若无带伊倒来交互你，我愿一生担即个罪。咱若无安尼延迟，阮已经第二遍倒来啦。因老爸雅各甲因讲，若是安尼，恁着带咱遮上好的土产，一寡乳香甲蜂蜜，以及香料、木药、开心果、杏仁做礼物送互迄个人。恁阁着带顶白的银，将恁伫布地口发现的银带转去行医，迄个可能是失策。恁通带恁小弟出发去见迄个人。愿全能的上帝，互恁得到迄个人怜悯，互恁迄个兄弟甲便雅悯会当倒来。我若失落我的囝，我嘛着接受。因就带遐个礼物甲顶白的银，佮带便雅悯出发落去埃及，徛伫约瑟的面前。约瑟看到便雅悯甲因做伙来，就对管家讲，带遮个人去厝内，佮抬精心准备宴席。中昼遮个人要甲我做伙食饭。管家就照约瑟的吩咐去做，带因入去约瑟的厝内。遐个人互管家带入去约瑟的厝，就真惊吓，讲带咱来遮，一定是因为头一遍伫布地口行咱银，要找咱的空芳，下手害咱，强迫咱做奴隶，抢咱的奴。因就惊我约瑟的管家，伫门口对伊讲，先生，阮顶遍落来，真正是要买牛食。后来到歇眠的所在，开阮的地仔，无拍算，阮逐个人的银原封不动伫逐个人的布地口。但阮有搁带来要行令，阮另外有搁带银要来买米牛。阮毋知什么人将阮的银下伫阮的布地内。迄个管家讲，做恁安心，免惊，是恁的上帝，嘛是恁老爸的上帝，将财宝藏伫恁的布地内。恁的银我已经收到。然后伊就带西面出来交互因。管家带遐个人入去约瑟的厝，芳水互因洗骹，佮摕草料饲因的驴仔。因就准备遐个礼物，听候约瑟中昼倒来，因为因听到因要伫遐食饭。约瑟倒来到厝，因就将带入去厝内的礼物摕出来送伊，佮趴伫涂骹拜伊。约瑟甲因请安，佮问因讲，恁所讲迄个年老的老爸有平安无？有好势好势无？因应讲，你的仆人阮老爸有平安，还活着。因就仰头拜伊。
约瑟抬头看伊共老母的小弟便雅悯，就讲：恁甲我讲的煞马小弟是即个是无？佮讲：少年人，愿上帝施恩互你。约瑟听小弟的情，大激动，赶紧要找一个所在好，就入去伊的房间啼哭。后来伊洗面了出来，面强润地，欢富开道。因为着约瑟另外摆一块道，为伊的兄弟佮摆一块，嘛为遐个甲约瑟做伙食的埃及人另外摆一块。因为埃及人看甲希伯来人做伙食饭做禁忌，约瑟的兄弟坐伫伊的对面，因的座位照大细的次序安排，因拢真戆影，互相看来看去。约瑟将伊面前的食物分互因，毋过便雅悯得到的比别人5倍多。因甲约瑟做伙啉酒宴乐。